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Vincent 啊！大家對我身後邊嘅環境係咪有啲熟口熟面呢？冇錯啦，呢度就係 Cambie 加 Marine Drive 嘅 Marine Gateway 嘅一個商場。我諗大家對呢度嘅方便程度咧都唔使質疑噶啦。佢最大嘅好處咧就係有一個天車站。我哋由 Marine Drive Station 出發，去 Downtown 只需要20分鐘，落返嚟 Richmond 同埋機場都只不過係需要7分鐘同埋11分鐘。而我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紹嘅咧，就係有一個我最新上盤嘅1房加1書房單位，就正正喺呢個商場嘅對面 MC Square by Invercargill。事不宜遲啦，不如我就同大家一齊去睇下。今日要介紹呢個單位，地址係8031 Nunavut Link， 喺2016年由著名發展商 Invercargill 興建，分 South 同 North Tower。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係 North Tower 嘅707單位。呢個 building 有24小時嘅 concierge， 而且仲係 pet friendly。大堂嗰層有一個 meeting room 同埋 gym room。入到嚟單位嘅右手邊係 washer and dryer， 跟住廚房同上下兩排櫥櫃係靠一邊，儲物空間都算唔錯。再行入去係 living room， 呢間屋嘅面積有546尺，其實個 size 都算幾好，放完 sofa 都仲有好多空間。雖然佢唔係高層，不過呢個向南嘅露台，除咗夠晒陽光之外，亦都叫做冇咩遮擋，視線非常開揚。呢個單位其中一個優點就係客飯廳分明，唔似依家好多1房單位咁，廚房同客飯廳逼埋晒一齊，請多2個朋友嚟食飯都唔夠位坐。對住廚房就係飯廳同埋個den，唔好睇小呢個den，佢有成7尺長，絕對放得落張單人床。跟住睇埋個廁所都夠晒闊落。最後就係主人房啦。客廳同主人房都有冷暖氣，而發展商做咗兩邊嘅衣櫃，而中間嘅空間亦都係足夠可以放得落一張 king size 嘅床嘅。其實呢一種嘅 floor plan 用起上嚟好見使，放埋家私得咗，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呢？如果大家對我介紹呢個單位都有啲興趣嘅話呢，歡迎你哋可以喺4月19至21號3點至5點鐘過嚟揾我傾下偈，了解下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都，唔係單位喎，大家我身後邊就係 Marine Gateway。